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16日，罗马书4章7到80安尼讲：过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，这款人真有福气。主无算伊有罪的，这款人真有福气。三个来祈祷，互阮的过失得赦免，罪过得撤销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信实公义的全能上帝，你是慈悲怜悯的疼痛天父。主啊，因着你的疼，你稳定的手袂捌缩短，你的怜悯每早起拢是新的。主啊，感谢你无照阮的过犯宽待阮，也无照阮的罪孽报应阮。我们用一生来回应你无比的疼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伫阮软弱的时，示露怜悯来宽待阮；伫阮失的时，用疼挽回阮。主啊，阮常常偏行家己的路，总是你无放杀阮。主啊，愿感谢你应允过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，有福气。你要算做有罪的，这款人真有福气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